而家咧就帶你睇呢個屬於3座嘅 boy 單位 B 單位到底有咩特別呢？呢個433尺，佢係屬於兩邊房嘅一個設計戶型，兩房間隔無走廊，開放廚。咁入嚟睇下先啦。入到嚟咁飯廳好大，佢呢個開放廚個空間亦都比例上係大嘅。擺到嘢煮到飯真係。都係一樣交樓標準，電磁爐、蒸焗爐呢啲全部一 set 齊晒嘅。洗衣機喺呢邊。洗衣機全部都係一套啦，我做好晒。但係佢最特別咧，就係雪櫃位唔使就咗喺呢邊搞到咁細，係擺咗喺門後邊呢個位置，然後隔籬再做多咗個儲物櫃喎。儲物櫃呢度嗱，多咗一個工作台面，少少嘅儲物，跟住兩間睡房擺咗喺飯廳嘅左右兩邊，再去到最入嘅位置咧就係洗手間。洗手間咧真係估佢唔到，間間都有窗嘅喎，又全部都有對流窗。睇一間呢個咧係大房嚟嘅，大房咧就係落地窗設計，採光十足，空間都 OK 啊，唔錯。你呢度三邊落床絕對冇問題，可以擺到大衣櫃，擺埋化妝台，絕對得嘅。跟住我哋睇埋另一間房咯，另一間細房咧佢就喺廳嘅另一邊，佢預留咗一個衣櫃位嘅。預留咗一個衣櫃位俾你，呢度都可以擺到張單人床嘅，打橫擺又得，打直擺都得，隨你中意。不過而家後生仔一定都係中意揾人設計下、裝修下噶啦，買咗翻去點整點樣砌，你自己話事啦。露台咧，佢呢個都係大露台，27尺，係啊，樓高3.3左右啦，係啊。飯廳嘅位置都相當豐富，你呢度兩邊都可以放到電視位嘅，同埋最緊要呢個戶型咧，你睇下 floor plan 就知噶啦，呢個靚嘢嚟噶，望到海景噶，佢望翻內園再穿出去呢個向東嘅海景，一定係靚。而且咧，兩房戶型咧係最多人揀嘅，因為後生仔上車盤，佢流轉量會特別多，大家可以。